你有冇試過咁樣嘅減肥經歷？朝早忍住唔食，午餐食少啲，晚餐又計住卡路里。開始嗰幾個星期，體重真係跌，你仲會諗，原來減肥真係咁簡單，少食啲，做多啲運動，磅數自然就落。但最奇怪嘅地方係，點解幾個月之後，體重開始停？明明你已經比以前食少咗，點解個身體好似越嚟越難減？再落去，你開始覺得自己成日肚餓，成日想食甜嘢，甚至忍到最後一次過食反好多，然後體重反彈。有啲人仲會將問題歸咎落自己身上，一定係我意志力唔夠，一定係我唔夠自律。但如果真正嘅問題，從來都唔係你唔夠努力呢？如果你一路用緊一個錯嘅方法減肥，你越努力，可能只係令自己越辛苦。因為我哋一直以為減肥最重要嘅問題係我今日食咗幾多，但間歇斷食減重全指南提出咗另一個更加值得思考嘅問題：你幾時食？原來除咗食乜、食幾多之外，食物出現喺你身體入面嘅時間同樣重要。而當你開始理解身體點樣處理食物、點樣儲存能量、點樣喺冇食物嘅時候使用脂肪，你會發現減肥未必一定係每日同自己鬥餓，可能真正要改變嘅唔係你嘅意志力，而係你同食物相處嘅節奏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moon，一位營養師。每星期我都會用廣東話同你分享一本健康或者身心靈好書，唔係淨係話俾你知應該食乜，而係希望用十幾分鐘同你一齊理解身體背後真正發生緊咩事。如果你都鍾意呢類內容，記得訂閱我，同我一齊越聽越健康。今日要拆嘅就係一本將幾時食放到減肥核心位置嘅書，間歇斷食減重全指南。而睇完呢本書，我反而開始重新思考一件事：我哋究竟係一直減緊肥，定係一直同自己嘅身體打緊仗？傳統減肥思維係卡路里進出，食少啲卡路里，消耗多啲卡路里就自然瘦。但呢個模型忽略咗一個關鍵因素：胰島素。胰島素係你身體入面一個好重要嘅荷爾蒙，佢嘅工作係調節血糖，但佢仲有一個功能，阻止脂肪分解。即係話，當你嘅胰島素水平高嘅時候，你嘅身體係無法燃燒脂肪嘅。你一日到黑唔停咁食早餐、午餐、下午茶、晚餐、宵夜，你嘅胰島素就一路維持喺高水平。你嘅身體永遠處於儲存模式，從來冇機會進入燃燒模式。斷食做嘅嘢好簡單，佢令你嘅胰島素跌落嚟。當你唔食嘢嘅時候，胰島素水平下降，你嘅身體終於可以打開脂肪倉庫，用 store fat 做燃料。但仲有一個更關鍵嘅區別：傳統節食嘅時候，你嘅身體會適應，降低代謝，增加飢餓感。但斷食唔同，因為斷食期間你係用緊 store fat 做能量，你嘅身體唔會覺得自己冇嘢食，所以唔會啟動饑荒模式。你照樣燃脂，但唔會越嚟越攰，越嚟越餓。呢個就係點解斷食比節食有效得多。你係順住身體嘅設計去做。如果你以為斷食只係一個減肥工具，你就大錯特錯。近年嘅研究越嚟越清楚，斷食嘅好處遠超過體重控制。第一個大發現，斷食可以降低慢性發炎。慢性發炎係現代人好多大病嘅根源，心臟病、癌症、糖尿病，甚至抑鬱症都同慢性發炎有關。2008年一項研究發現，穆斯林喺齋戒月期間斷食，冠狀動脈疾病嘅風險顯著降低。第二個大發現，斷食支持自噬作用。自噬係乜嘢？簡單講就係你嘅細胞嘅回收系統。當你斷食嘅時候，你嘅細胞會開始分解同回收那些損壞嘅老化嘅部件，將佢哋轉化為有用嘅能量。呢個過程就好似你部手機嘅清理記憶體，令一切運行得更順暢。自噬作用同抗衰老直接相關。當自噬功能下降，你嘅細胞就會累積更多垃圾，加速老化，增加患癌風險。透過斷食自噬，你其實係幫自己嘅身體做一次深層清潔。呢個就係點解越來越多人唔係為咗減肥而斷食，而係為咗健康同長壽。對於我哋呢班40、50歲嘅人嚟講，呢個信息尤其重要，因為我哋開始感覺到身體嘅變化，
我哋唔想只係活得長，我哋想活得健康。斷食咁好，點樣開始呢？間歇斷食其實唔係一個方法，而係一個概念，入面有好幾種唔同嘅執行方式。你可以根據自己嘅生活節奏同目標去選擇。第一種進食窗口法，呢個係最流行嘅方式。你每日設定一個進食窗口，例如8小時，其餘16小時斷食。呢個就係所謂嘅168斷食法。你可以由中午12點食到晚上8點，其餘時間唔食嘢。仲有更進階嘅版本195斷食法，即係斷食19小時，進食5小時，或者 OMAD，即係 One Meal a Day，一日一餐。研究顯示，斷食超過18到24小時後，脂肪燃燒會顯著加速，所以窗口越短，效果越強。第二種上下日法，即係一星期入面有啲日正常食，即係 up days，有啲日大幅減少攝取，即係 down days。最常見嘅比例係5:2，5日正常食，2日只食500卡路里，或者完全唔食。呢種方法嘅好處係 up days 同 down days 嘅交替，可以防止身體適應低熱量攝取，令你長遠繼續燃脂。第三種混合模式，你可以將以上兩種方法結合，有啲日用進食窗口，有啲日正常食，偶爾挑戰一藥一餐，重點係保持變化，唔好讓身體習慣。第四種漸進式，如果你係新手，唔使一嚟就168斷食法，你可以由1212斷食法開始，即係每晚8點之後唔食，到朝早8點先食早餐。習慣咗之後，再慢慢縮短窗口。記住，冇一個最好嘅方法，最適合你嘅就係你可以長期堅持嗰個。你可能諗，斷食咪就係唔食嘢咯，有乜難？但原來好多人斷食斷錯，佢哋以為唔食固體食物就係斷食，但期間飲咗一堆嘢，無糖汽水 （flavor water） 加糖咖啡，結果破壞咗成個斷食效果。斷食社群有一個概念叫 clean fast，乾淨嘅斷食。如果你嘅斷食唔係乾淨嘅，咁佢根本唔算斷食。點解？因為你嘅身體對味道有反應。2008年一項研究發現，即使用甜味溶液漱口而唔吞落肚，胰島素水平都會顯著上升。即係話，就算係0卡路嘅甜味飲品，都會觸發你嘅胰島素反應，將你由燃脂模式踢返去儲存模式。所以斷食期間你應該飲乜嘢？只有呢幾樣：清水、氣泡水、黑咖啡、清茶，冇糖冇奶。你可能會問，咁點解黑咖啡可以？咖啡唔係都有味道？因為黑咖啡對胰島素嘅影響極微，而且咖啡因仲可以幫助抑制食慾同加速燃脂，所以斷食期間飲黑咖啡係完全 OK 嘅。但無糖汽水、果味茶通通都要避免，佢哋可能冇卡路里，但佢哋會破壞你嘅斷食。呢個規則好簡單，但好多人忽略咗。下次斷食嘅時候，記住要 clean 先至有效。如果你到一個適合自己嘅斷食節奏，每日168行之有效，你可能會想唔使再改啦。但呢個正正係好多人遇到瓶頸嘅原因。你嘅身體有一個好強大嘅機制叫體內恒定 （homeostasis）。簡單講，你嘅身體鍾意穩定，你熱佢會出汗，降溫，你凍佢會震顫產熱。同樣地，當你長期用同一個斷食模式，你嘅身體都會適應，代謝會調整，燃脂效率會下降。呢個就係點解你需要變化。作者提出3個方法去製造變化。第一，完全轉換模式。如果你用咗2個月168，試下轉去5:2上下日法。第二，改變窗口長度，有啲日168，有啲日195，偶爾挑戰 OMAD。你嘅身體永遠唔知道下一餐幾時嚟，佢就無法完全適應。第三，混合模式，有啲日斷食，有啲日正常食，偶爾加個長斷食，但要注意唔好連續多日斷食，因為過度延長嘅斷食會降低代謝，效果適得其反。呢個原則其實同運動一樣，你日日跑同一條路線，同一個速度，你嘅身體就會適應，卡路里消耗會越來越少。你要加快速度，改路線，加斜路，先至會持續進步。斷食都係一樣，保持變化，你嘅身體先至會持續回應。
最後一個重要嘅提醒，斷食唔係魔法，你可以每日斷食20小時，但如果你喺嗰4小時進食窗口暴飲暴食，你依然會肥。斷食係一個工具，但工具要用得啱先有效。好多人以為斷食咗就可以亂食，因為反正我都斷食咁耐，但呢個係一個好危險嘅心態。斷食期間，你嘅身體得到咗休息。但如果你一開食就塞啲超加工食品落肚，你嘅身體一樣會出問題。斷食嘅真正價值在於，佢可以幫你重建同食物嘅關係。傳統節食叫你計卡路里，但卡路里同卡路里係唔同嘅。100卡路里嘅西蘭花同100卡路里嘅汽水，對你身體嘅影響完全唔同。而且計卡路里會令你依賴外部線索，我今日仲可以食幾多，而忽略身體本身嘅信號。斷食幫你重新訓練食慾。2019年一項研究發現，只做6日嘅160斷食，參與者嘅飢餓素 ghrelin 下降，飽足素 leptin 上升，即係話斷食唔單止幫你少食，仲幫你唔再成日覺得餓。更有意思嘅係，好多長期斷食者發現佢哋嘅口味變咗，佢哋開始渴望真正有營養嘅食物，而唔係薯片、汽水。你嘅身體開始話你知佢真正需要乜嘢，而唔係被加工食品嘅化學配方操控。所以斷食嘅終極目標唔係斷食幾多個鐘，而係透過斷食建立一個更健康、更自然嘅飲食模式。斷食係起點，健康飲食先至係終點。你點樣將今日學到嘅嘢落地執行？5個具體步驟。第一，由1212斷食法開始，今晚8點之後唔食嘢，聽日朝早8點先食早餐，呢個已經係12小時斷食。習慣咗之後，再慢慢縮短窗口。第二，要保持 clean，斷食期間只飲水、黑咖啡，戒晒無糖汽水 （flavored water），呢個係最基本嘅紀律。第三，記錄你嘅模式，用手機 app 或者筆記記錄你每日嘅斷食時間同進食窗口。有啲日試168，有啲日試195，觀察邊個模式最適合你嘅生活。第四，唔好執着於卡路里。斷食已經幫你控制咗攝取量，所以進食窗口期間專注食真正有營養嘅食物，蛋白質、蔬菜、健康脂肪，唔使計到好盡，但要有意識咁選擇。第五，如果遇到飢餓感，設一個30分鐘嘅 timer，唔好即刻放棄，等30分鐘先。好多時飢餓感係一波一波嘅，過咗嗰個 wave 就會消失。30分鐘後，你通常會發現自己其實唔係真係餓。記住，斷食唔係一個短期 diet，而係一個生活方式嘅轉變。唔好追求完美，追求持續。拆完 fast、feast、repeat，其實最令我有感覺嘅唔係168、195，或者一日食幾多餐，反而一個好簡單嘅問題：我哋點解成日覺得健康一定要靠控制先得到？我以前都試過計卡路里、食代餐、戒澱粉質，每一次開始嘅時候都好有決心，磅數落咗就覺得自己終於做啱，但一停滯就開始懷疑自己係咪我太為食。後來做咗營養師，我慢慢明白，身體其實冇我哋想象中咁唔聽話，佢唔係你嘅敵人。當你覺得肚餓想食嘢，好多時都唔係身體同你作對，而係佢用自己嘅方式提醒你，我而家需要啲嘢，所以我而家再睇減肥個角度已經同以前好唔同。以前我問我要點樣先可以令自己食少啲，而家我更加想問我可以點樣令身體重新行返一個舒服嘅節奏。呢個亦係我覺得間歇斷食減重全指南最值得帶走嘅一句信息。斷食唔應該係你同身體嘅戰爭。如果你要靠忍、靠意志力先可以維持，咁可能有一日你會放棄。但如果你開始理解自己嘅身體，理解幾時食、食乜嘢，你可能會慢慢發現健康唔一定係更加嚴格。今晚試下早少少食完最後一餐，俾自己一段真正冇零食、冇宵夜嘅時間，感受一下你係真係肚餓，定係只係習慣咗某一個時間食嘢。慢慢觀察自己，因為減肥嘅終點從來唔應該只係磅秤上面嗰個數字，真正嘅終點係有一日你開始聽得明佢，亦開始信得過佢。
如果你以前都試過好多次減肥，但每一次最後都覺得係自己唔夠自律，我希望今日呢條片可以俾你一個新嘅角度。你未必係做得唔夠好，可能只係你一直都未真正理解自己嘅身體。如果你鍾意呢類由一本書陪你重新理解健康嘅內容，記得訂閱越聽越健康。我哋下一集見，拜拜。